Yo, what up? Want to play some free on free? Come on, man. Alley-oop Talk。FIBA World Cup 男子籃球世界盃咧已經係告一段落啦。傳媒啊喺佢哋開波之前啊就話到啊美國男子籃球隊嘅實力有幾不濟啦嚇，點知就俾到佢哋咧輕而易舉咁樣就贏咗今年嘅男子籃球世界盃冠軍嘅。嗱，正當阿 Ken 啊今個星期準備要同大家喺 Alley-oop Talk 時段裏面講啲乜嘢內容嘅時候咧，嗱老實講啊真係有啲困難嘅，原因係因為啊所有嘅籃球大嘅比賽咧都已經係圓滿結束晒㗎啦。咁大家咧球迷啊只不過係翹埋雙手等 NBA 球季開波嘅啫。嗱，正當我係煩惱緊究竟要同大家分享啲乜嘢嘅時候咧，有個朋友同我講就話：喂，有冇興趣今年啊 NBA 開波嘅時候一齊玩 Fantasy League 啦嚇？嗱，既然係咁嘅話咧，不如啊今個星期 Alley-oop Talk 嘅節目內容咧，我哋就講下 Fantasy League 模擬球會經理呢個遊戲，好唔好啊？嚟啦噃！嗱，如果大家唔知道乜嘢叫做 Fantasy League 咧，阿 Ken 都想喺呢度借呢個少少嘅機會解釋俾大家聽。嗱，或者中文咧，我哋可以叫佢做模擬球會經理遊戲。嗱，其實係好多咧大型體育嘅網站啊，都提供呢一個嘅遊戲服務，仲要係免費添。咁當然啊，免費咁當然亦都要係俾翻你嘅個人資料俾佢哋啦嚇。嗱，其實啊，以我嘅理解咧 ，Fantasy League 咧就應該係源於美式足球嘅球迷嘅。嗱，因為啊美式足球咧喺美國方面啊係成為咗佢哋國家裏面最受歡迎嘅運動啦嚇，咁所以啊為咗咧係去照顧呢啲咁火熱嘅球迷嘅時候啊，咁所以咧體育網站咧就設計咗一個遊戲，就係啊當正自己咧係一個嘅球會經理咁樣，由頭到尾重新咁樣去重組一隊嘅球隊。咁當然咧有呢個選秀會啊，咁亦都係有呢個抽籤啊，大家咧幻想得到啊點樣去建立一隊球隊嘅所有嘅元素咧都包括在內嘅。嗱 football 咧，佢哋會叫做 football pool 啊，又或者係跟住咧發展到咧有好似 baseball pool 啊，又或者咧就係 hockey 咧，我哋其實都幾中意玩嘅，我哋加拿大人叫做 hockey pool。咁樣加拿大同埋咧其他嘅地方咧都會叫 NBA 嘅球會經理咧叫做 Fantasy League 嘅。嗱咁樣啊，其實咧個遊戲嘅比賽方式咧就係你揀選咗呢啲嘅球員嘅時候咧，你可以將你嘅球隊嘅陣容咧就鎖死咗，然後咧譬如你每一日咧你係派邊個球員上陣啊，或者係你呢個星期咧會派邊啲嘅球員上陣，然後咧就根據啊佢哋真正落場嘅數據而係儲分，咁然後咧就係互相去比拼一下嘅。究竟咧俾啲乜嘢數據咧？就譬如咧好簡單嘅一啲每個球員嘅得分嘅數字啊、投球命中率啊、罰球投球命中率啊、攔射啊、偷波啊，甚至係 turnover 咧，呢啲都係數據嘅其中之一嚟嘅。基本上咧就係一個儲數字嘅遊戲嚟嘅啫。嗱，亦都係咧考下球迷究竟你對呢啲嘅球員同埋呢啲嘅球隊有冇眼光咁樣啦。嗱，譬如咯，如果你要排名嘅話，嗱喺今年我相信咧依然都係啊。如果你係有選秀會嘅第一名嘅選秀資格嘅話咧，我相信啊一係如果喺籃球方面，一定會係屬於 LeBron James 又或者係 Kevin Durant 㗎啦。咁大家咧就係有一個概念咧，因為咧呢幾個球員咧，佢喺場上面咧基本上係萬能嘅，所有嘅數據佢都可以俾到數字嚟嘅。嗱，如此類推，我相信咧大家都明白呢一個嘅遊戲究竟係點樣玩㗎啦。嗱，老實講，好多熱愛職業運動聯賽嘅球迷咧，都中意玩下 Fantasy League 模擬球會經理呢個遊戲嘅。嗱，北美嘅四大聯賽 Football、Baseball、籃球同埋呢個 Hockey 咧，都有呢個嘅球會經理玩啊。咁但係咧，亦都係發展到去啊，去到歐洲見到都係足球嘅聯賽裏面，譬如英格蘭啊、西班牙啊、德國啊諸如此類嘅國家咧，都有呢一個嘅球會經理玩嘅。嗱，其實玩呢個遊戲咧，就真係可以令到球迷咧係去好專注咁樣去留意呢個聯賽嘅一啲所有嘅事啦，同埋球員咧所有嘅動態㗎。譬如咧有個球員受咗傷嘅時候，你會即刻咧就將佢由你個 roster 裏面咧調走咗，咁從而咧就唔會霸咗一個嘅空間俾你攞分啦。咁亦都係啦，見到啊有球員啊，如果由後備升咗職做正選嘅時候咧，咁佢嘅得分同埋佢嘅數據咧就相對會係提高嘅。嗱，作為球迷咧呢個咧，如果你係玩 Fantasy League 嘅時候咧，你應該會係第一時間會知道嘅。但係你有冇試過呢？當你玩 Fantasy League 嘅時候啊，參賽者啊
係太過求勝心切嘅時候咧，而玩到傷感情啦嚇。嗱，自己咧就有一啲嘅經歷啦，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嘅。嗱，我記得有一年咧，同一班我都幾熟嘅朋友咧去玩 Fantasy League 啦嚇。咁但因為咧當中啊有一個咧就真係求勝心非常之係深切嘅呢一位嘅朋友咧，咁佢喺呢個 message board 嗰度咧就經常咧都有一啲出人意表嘅一啲嘅言論啦，咁就係激嬲咗咧其實參加嘅其他嘅朋友嘅。嗱，不過老實講，其實啊呢個只不過係模擬遊戲嚟嘅啫，點解會有咁樣嘅能耐咧去令到一啲玩呢個遊戲嘅朋友咧可以啊將佢所有嘅嬲怒啊同埋咧所有嘅真性情咧去表露出嚟咧？嗱，到呢一刻咧我都解釋唔到俾你聽。嗱，不過咧玩呢個遊戲嘅時候啊，真係會有可能咧係講到咧係初之口角咧，繼而咧你真真正正見到佢呢班朋友嘅時候啊，可能真係咧係嬲到冇朋友做都唔出奇噶，玩到面咗咗，我亦都唔係未試過呢啲咁樣嘅情形嘅。嗱，唔知大家咧有冇留意到呢一樣嘢啦吓？嗱，模擬球會經理模擬聯賽當然咧，亦都有一個模擬嘅聯賽總裁啦嚇。嗱，呢個總裁咧，亦都係負責咧喺聯賽裡面啊，究竟批唔批准一啲嘅球員交換嘅一啲嘅交易嘅。嗱，不過講真，玩呢個遊戲嘅時候，好多時咧啲人都有私心㗎，尤其是咧作為總裁嘅佢，亦都係其中一個球會經理嚟嘅。咁所以咧，有時啊，你話究竟佢批唔批一啲嘅球員交易嘅時候，你話佢哋冇私心咧？就真係我就唔信啦。嗱，不過始終都係咁樣講啦。呢一個遊戲咧，真係好容易令到大家咧有傷感情嘅位㗎。嗱，我哋 A Sports 頭條相信咧，運動就係我哋嘅生命，而運動咧就根本就係人生嘅縮影。嗱，簡單就咁睇下啦。如果你係玩一個 Fantasy League 模擬球會經理遊戲嘅時候啊，已經見到咁多人生百態咧，你就已經知道啦。嗱，你問我作為前 NBA 模擬球會經理人嘅時候啊，有啲乜嘢嘅忠告俾大家呢吓？嗱，我就同你講，如果你真係決定玩今年嘅 Fantasy League 嘅時候咧，懇請你哋要決定玩嘅時候，由季頭玩到季尾，唔好中間唔玩。如果唔係咧，你成個聯賽都翹起晒㗎。嗱，因為咧你嘅球員啊，係好多嘅球會經理咧都係虎視眈眈㗎。嗱，如果你中途唔玩嘅時候咧，你解散咗你嘅球隊，就將成個聯賽咧就炒和㗎啦。嗱，不過所有嘢都係呢一個嘅遊戲咧，就真係好容易，係極之容易令到你沉迷噶。嗱，咁所以啦，所有嘢都係物極必反。如果咧呢個遊戲啊，將你嘅人生啊作為呢一個嘅主導，而令到你廢寢忘餐，玩到冇朋友嘅話咧，咁我就建議你就真係唔好玩啦。嗱，有啲咩問題嘅時候，當然咧係要同你身邊嘅朋友啦，同埋你呢個嘅球會經理嘅總裁咧傾一傾，咁先至係啱數嘅。咁個星期阿 Liu Talk 咧就講咗咁先啦，下個星期再交個阿 Liu 俾你接穩啊噃。